干扰。发生什么代志？干扰干扰。安尼暂时无代志咯。过来啊。迄个咱今日吼，即个真欢喜邀请到足资深的，应该算建筑师对无？嘛毋是建筑师，设计，做你讲设计。迄个周金荣先生吼，来甲咱讲分享即个博物馆，来一体记忆吼，伊有参与真侪即个博物馆营团博物馆绿岛营团园区等等遮的即个建筑设计遮的工作就欢喜今日会当请伊来甲咱分享。因为伊资料足丰富的所以我想即摆就随来请周先生来开始咱即场的讲座，感谢。好，感谢。咱的时间讲几到几点？到欢喜前结束，到欢喜前结束。爱结束。就是。拢爱过后的时间。迄个，若准你感觉要留淡薄仔 Q&A 的时间，到留10分啊几分。这个这个留着。对。所以咱们若听面你嘛无讲了就较实际，因为可能时间无安尼长。好，咱就开始大家暗安。首先来感谢黄伟啦伊半年前就甲我邀请，我讲题目你出哩，我毋是题目你家己出哩，我家己找死路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因为博物馆甲一体记忆并无遐尼容易了解。安怎讲呢？就是讲博物馆是博物馆，一体记忆是一体记忆，普通分几讨论啦。咱甲做讨论淡薄仔难度。起码就我浅浅的了解，真歹讲清楚。这有足侪原因的咱若以英语来讲，museum and collective memory， 这种翻译就叫做博物馆一体记忆。若要为咱今仔会变成较有种物件，其实咱嘛爱看到日本时代的变化咱讲日本人为平地先开始就是文明开化，用实验的讲法就是讲，一个社会要进入现代社会，有迄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当然是指足侪物件啦博物馆嘛是一种，一体记忆嘛是一种，这是物的一部分呢，要慢慢来探讨我是安尼啦，我为1996年热天开始差不多咱即摆看到另外纪念馆的规划设计，即摆袂难看，即种命运安排的款，头尾都要补衫，补到无面无咧，补到无面无咧，报告再有验面老师，无就毋知要安怎创我因为家己的工作有深深体会到，我家己的记忆，甲我即摆已经老蓝票到底有啥关系？所以这题我用家己的亲身的经验去做向大家较会当理解。今日咱毋是要探讨一体记忆的这种理论啦这个理论的发展是其实足趣味的，在我去我看若有趣味的朋友其实就袂话，这是一个足好的研究的课题，佮咱的社会会有联系关系所以咱一定爱小可了解，才有这个对咱来讲有帮助。当然，即个伫这种研究内底名词叫做 cultural memory， 文化记忆。咱当然即摆要去讨论讲，哇，这个记忆跟迄个记忆到底是哪差别这有时间再来讨论但是有一个观念真简单历史、甲历史记忆、甲文化记忆，哇，这人做出是要安怎讲？刚才讲历史拢相对已经相当的时间了沉浸落来，去写过去。但是无咱是文化记忆，一体记忆，也是讲其他貌效的记忆、历史记忆，这呢基本上拢是即摆社会安怎去看过去的经历。所以迄个过程，迄个动态过程是要有这个观念。印是讲一个名词，伊其实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
咱即摆咧讲迄个转型正义，其实伫英语内底伊嘛是讲转型期间的正义要安怎处理，当然就是动态时间内底，你去安怎处理过去的代志，啊，这肯定甲纪念馆拢有真深的关系吼。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讲，文化当然是较大体、较大咯吼，scope 较大，范围较大。会使讲是社会文化背景下，当你变迁，即摆甲过去互相作用的所产生的遮个记忆带来的问题。安尼的时阵，咱的头脑可能较活，袂讲吼，我拢吼咱讲起来，我拢讲过去。所以过两日啦，有一个会行你一条路是讲，伊拢咧讲过去，其实伊拢咧处理现代，因为你处理啥？即个来观众啊，你要敢若观众讲过去啊？哦，这伫迄个观念上有真大的区别吼。我今日会分三段来讲，第一段为我个人的即个对记忆的看法，我个人啊经验讲起。第二段我来普遍介绍了一寡西方的对即个理论哦，甲咱的即个线入去。第三段要讲的，尤其我有到，即种我叫伊叫做遗迹还是遗址，咱英语讲的是 historical site， 吼。咱即个拢叫做官方的名称叫做国家人权博物馆地质恐怖纪念绿岛纪念园区。甚至因个单位公文内底叫做纪念园区管理中心。我感觉这中文的使用真麻烦，这嘛是咱在改文化一部，因为你的号名甲你头壳咧想啥，其实拢挂做伙。那你国外跟人介绍那个啥无？什么叫做纪念园区呢 ？Memory Park。咱即个就爱很讲园区了。我是感觉这今仔日分享可能伊讲着真侪啦吼。这3、4年我有出版2本册，倒边是移民博物馆吼，正面叫做自由遗产。倒边迄本其实是一种个人的心理，就是感觉对博物馆有注意一个遐尼赞的博物馆，你要甲批评讲嘛是会使，卖袂使。但是民间嘛，你摕几啊十年出来投资，嘛毋是投资，迄个袂当回收啊。管不当直接路啊，去个人大多数拢讲水，但是我跟你讲吼，专业界拢讲。迄学话，迄模仿的，迄差的，迄无水，开啊侪钱，无价值。这嘛是一种讲法。我咧写的意思是讲，为即个博物馆，咱会当去了解讲，哇，其实酷是即个互你送，因哪有迄落遐尼大的决心哦，为囡仔时代为台南的博物馆的印象，延续到即嘛。我感觉这是哦。全世界来讲，这嘛是台湾博物馆的一个真了不起的特色。但是咱就袂晓安尼讲，你知影伊的琴收藏，伊小提琴要到2000斤，伊收藏有足有目的哦。所有大概全世界，大概有3条迄个主线制作的啦，因3条的线有全世界可能无倒有人安尼。嘛迄嘛天意啊，迄毋是条伫边呢，咻，我跟你讲博物馆的琴安尼去整理，然后讲到这，我嘛有写了马街安怎去创立伊的博物馆淡水。咱即摆嘛袂晓去讲马街，伊会讲到几啊。但是你若讲台湾博物馆的发展，其实拢一定爱讲到即两个，较过去。因为台南的博物馆就是台湾第一个博物馆，虽然即摆无去，但咱爱知影，台南即摆咧市中心。满是的博物馆，哇！这历史制作落的机会，恐惊无一个都市会当安尼。未来我想嘛真困难。你会使甲算，文学馆、美术馆1馆、2馆、石头的馆、王爷帝的馆、消防馆、气象馆、书法博物馆，讲台南真哦，所以这本册第一句话开始写着讲，台南人食的正幸福。这是我讲的，这是我为观众听着，好，这怎个讲？所以咱100多年来，博物馆成立，甲一体机敢有恐惊无？
啊，另外一种博物馆就正面这哦，绿岛，宾馆110就是绿岛迄个家的遗迹。即本册我会去出，其实是咧讨论讲啊，我经历拄228个馆，也是广博的馆，拢经历过。反正我会当分享啥？啊，总是哦，时间拢咧你行啦吼，所以我就甲我的论文积极个，有空时间写来积极起来。啊，为遮咱亲像我就讲探讨因迄个时代的人到底留啥物互咱，我咱会记一个吼。足几啦，工课中我会感觉讲，这对大人是全新的代志。咱知影博物馆你讲到的时代是无真正你做博物馆哦，迄是叫做宣传的工具啊。迄是甲阿扁之前才开始为台湾博物馆开始改名，开始有首多的博物馆的想法，博物馆群的想法，但是无即前我拢断去啊。迄台湾是管的啊，你无有法啦。咱来记。24年啊，所以我想，科比袂有啥物进展啦，在台北来讲，但是咱要安怎，咱就要家己想办法啦。咱即马上面就是讲去建立一体记忆即种物件，当然记忆是一直都在变，所以伊敢若流水共款，啥物时间拢无共款。所以这就是社会探讨所谓的集体记忆哦，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吼。我接触咱是一个中辈，因为做工课的关系哦，尤其白石中辈的学生、学生，过70岁左右开始接触，即摆已经走出做去啊吼。我一直好奇啊，讲因迄个时代到底有啥物款的咱所谓的时代精神？伫这个应该嘛变做同文语，德语来叫做叫人晓德语无？请讲。Zeitgeist， Zeitgeist，这个变做世界同文语。啊，这个其实Google讲找出这个字啊，这4字的更较深入的这个介绍哦。我感觉伊有啊，但是因为迄个养成在迄个中大以后，离战时一直到战后这样期上的过去，因咧想啥？因到底是安怎做？所以安尼哦，会拍破了一个咱即摆观念。咱像我拢是共产党，还是我拢是非典，还是迄是迄个冤枉的。我安尼解释拢伤浅，拢发袂入去哦。所以当咱去了解时，咱就会爱拍破一个观念。你即摆讲遐人叫我讲拢是共产党，我咧证明我讲拢是安尼共产党。有几个参加？怎参加？参加伊的是个想法是安怎？伊到即摆变老是安怎？哦，这就是咱来探讨。啊无共产党北京嘛，甲你设立落啊，因叫做隐蔽党员。1950年代台湾隐蔽党员的纪念碑，这嘛是文化记忆、一体记忆的一部分。伊政权用啥？用这来做工具嘛。咱现在人来看这种物件。但你也知影，足侪有统的思想，像讲迄一个祖国思想的理啥，一直讲，阮遐个早早的先证实了人的名，拢在迄内底。我便问你意义何在？啊，莫讲因啦，咱家己咧，绿岛甲经理两个名无白侪，有人去讲话有啦，我有写过，但是有人插伊咯，国民党无要插伊。民进党我看，毋是党的问题。显见呢，这咱爱面对足真实的问题，无人要处理，无人要处理，我所以叫我就莫叫啊，嘛无法度啊。你若讲话，我饲你要创啥？你若是真正去比，这我感觉是啊，对我个人来讲，咱要来介绍足见效。你想袂到足见效的代志。好，莫去讲这啦吼。虽然即个人讲体育博物馆嘛真水啦吼，但是哦，2015年有一个报道叫啥啊？山寨景点多，学者分析国人对自身文化自卑。我即摆同家讲看6只的标题讲啥？真正是自卑吗？我相信去这种博物馆哦，绝对是自信。
伊是对家己做有自信，才会钱捐出来去收啊一个物件，互大家看。庄脚哦，你送我送，免坐飞机去外口。刚即单是毋是咱就爱配合吼？啊，嘛有更较严格哦。咱有一本册叫做《台湾理论 keyword 关键词》啊，拄出顶几年，啊，是用属于语言模仿，用模仿来讲这个博物馆，有伊个拢是模仿。我感觉咱伤过当面啊，我毋知讲伊有对。显然咱就是真正是趣味的代志。咱这要来了解，咱就一块去。你去遐吼，凊彩去看吼，你讲我发觉10个查某8、9个拢讲哦，足水。啊嘛毋知，袂使讲对毋对啦，迄是一个感受嘛。啊，咱暂时讲啊，课程是追求文化的美学观，恐惊是咱这个时代会当想。啊，我相信咱是自美，迄绝对是自信。啊，但是这个自信带来咱就一个记忆啦，我嘛毋知哦，这个咱搁进一步来探讨吼。尤其这3、4年，我回头就讲哇，那类物件嘛，类袂少出来吼。像这种 DVD 啦吼，啊，网络有诶查会着，有诶查袂着。物件做好啦，但是即摆已经成立做国家的公馆，伊袂晓去珍惜去利用这個。咱即马一个困境是啥呢？逐年拢爱变艺术，我讲在新的艺术，人去做新的物件，啊，伊个成绩呢，拢无人去检讨，到底有比过伊较好无？有累积啊无？拢免。啊，这物件怎啊等下？甚至搁我看哦，甲你等咧本书底，我毋是拢凊彩讲哦，这拢有证据。啊，你讲安尼文化要怎自信啊？我看学者爱去甲这个公务员上课，要怎自推转自信哦。当然，社会内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讲，毋是讲头过身落过。我毋知大家去看玩笑，我是看过啦。啊，当然伊若甲历史比起来，当然另外一回事啊。我感觉，迄是透过历史去创作。啊，这嘛介重要，因为现代媒体内底互这个时代人无啥爱看册，啊，读册真忝，不如来看各种的影片较紧，尤其手机啊出来以后。啊，那个时阵呢，你更加爱去了解什么叫做一个记忆。啊，这个册有的是官方出版，有的是阮配合官方，有的是民间，我著家己加补吼，去甲官方讲啊，你互我加一款，我爱分互遐个受难者，讲这头食部啦吼，这毋是叫头食部，我是讲甲这较巧部，我册要哪处理啊？你公家的册，拢是三民书记嘛，无一定要有。对无？啊，你用所有针头，我是这样的。啊，要哪改变？我相信其他咱去讨论的吼，毋是讨论这两项代志啊。咱来找出生路啦，无路无求，啊。啊，这就民间出来。啊，你出嘛，人嘛无甲你学落啊，人讲啊，这阮哪出来，你也摕你家己出。啊，你讲就公家的工作去。暗做你家己个，讲拜托你来啊！我写清互你看啊！我读偌济钱，你要甲我斗做无？啊，袂晓好，伊讲哦，你嘛赚偌济？金华东路、民华都事务啊，拢袂歹，歹势。金华东路放管队，互原作者严医师老大人啊，这我真少公开吼。民华都事务啊，嘛袂歹。收回来淡薄啊，但是我检讨，我公司开销上面甲我问，一直找人我会当创啥？毋是钱的问题，是内容到底有吸引人无？为啥发现讲有一寡代志就是要认真做，认真做，人就会去发觉，人就会去生创。所以这两本册咯，拢还阁伫无甲内底在移动中啦，拢慢慢会写出来。这民间的努力呢，我感觉是我参与这个代志哦，一个足大的心得。民间要做，慢慢要抓，啊要抓到才会真的，抓真的，毋是抓假。所以伊这个产出就会较真实，哦，啊嘛较久啊。
但是这大家来推送，毋是讲靠我吼，所以来遮分享，我想这嘛是我的想法之一。这嘛就朋友你问讲，这个咧啥？叫做无神论，这个真正是共产党，规本册内底写足清楚，是安怎变做台独？伊是无爱看台独较好尔，但是你用安尼去解读，有伤浅。你啊看迄个一个老大人，生命生死关头无死，变到安尼是安怎？因为咧告诉老师，这张相片是一个叫做陈明和，互你送的后生翕的。因若要过身了吼，伊开始直接出嚟火烧刀。这个故事咯，这好讲啦吼，因为这个另外一段故事吼，这伊翕的相片有水无？我是想用这张，因为册内底有讲，伊第一摆火烧刀转来，会死还是活？毋知。因为可能去飞死的真侪，这其实已经10多年前，阮就发现档案吼，有这个记录，这个叫做狱中叛乱案，就发生伊无死，但是呢，佢靠做为死，迄个我先台学长，咱讲到这，咱讲这个故事，所以变咱产生集体记忆无嘛，你这个故事就毋知。所以一定要去准。你这风景是要搞水，你要看，规个迄个台东的山脉甲中央山脉清清楚楚，因为火烧岛有治理吼。所以种火烧岛有一个即个纪念园区，伊遐做啥工作？伊就不断互遐游客大家火烧岛，足侪外国人哦。伊遐有一个印象，毋是听故事尔，伊遐有一个图像，伊遐有一个 diagram。互外国人知影，这就是火烧岛。这讲来足简单了，讲保护啥，还是啥物？我毋知你做啥，我毋知啊吼。我即本真少伊，这个图会去试过伊嘛我嘛毋知，袂讲。我接受无钱钱，我讲这因的后生个查某囝，伊是较幸运，所以伊的事业有发展，这出来那种有真袂啥哩。但是伊个囡仔最后看因老爸。伊细汉成长的故事，人讲一出啊，真可笑。下骹一本，倒面下骹一本，我是足推荐的。张元轩老师、杨明老师的《枫林的第二版》，因为一寡采访的过程哦困难，但是别人有种种问题。尾仔册一起来，三代人你讲因兜的代志，即种就典型的文化记忆，甲因家族的一体记忆。所以我足推荐这本册。那我哋上家呢？到顶年啦，助转会成立岛边，这个叫做厝边红，真正是红哦。迄当阵的人哦，命内底有红的，毋是干一个哦。但是你讲伊共产党嘛，我感觉你安尼了解有够浅，迄关键一个人生死的。到即摆共产党伊的命内底有足侪有红，我毋知你知啦。即摆中国足侪人，尤其你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后壁有一个红哦，陈红、张红，但是咱台湾这先摆的红开的应该是无同个意思。正面是迄个521个新证书，啥物无时间念嘛吼，内底我讲一下吼，其实我拄仔是本来是要念，伊因为第一届叫有考，就是甲伊考做伙。好钱甲赚钱靠做伙，你赚钱哦，伊是上台咱是读古工嘛。讲个即摆时代，应该是囡仔存款对无？你爱判5年，因为5年就是无代志，但是无甲你判过会使。我去火烧岛说出代志，且有做侪故事，你的册内底写，甚至迄个蔡金林先生嘛讲，所以蔡金林先生在伊即摆。你在讲蔡人，蔡金林呀？我是讲蔡新林，蔡新伦，吴承认，蔡是蔡文林，蔡文林即摆网络足侪个资料。伊顶年就你个火烧岛甲迄个园区正式甲筹备处3年摕了，伊公开演讲啊，下到总统一里啊，伊讲谁杀了我的朋友，一个。总统是讲
讲伊有记，我嘛毋知真正有记无记吼。啊，这就是我变做我有担的，我心内就会记这代志，我一定爱，无法度感动到底，我嘛袂记，过来，这后壁的故事哦，我纠正的。为2004年发现了东南亚，哇！发现这代志不得了，咱毋知个名啦，故事都直直吐出来。啊，有因的男友呢，就哇，知影这东南就伫美国叫人小麦，小麦过来台湾，你啊变啊第2摆选举的时，转来，这无好代志啦，投票。就慢慢讲诈骗行的代志呢，渐渐浮出台面所以吴承认5个伊就足毋甘愿啦。阮拢离婚时，我判10年啊，12年。伊5年，伊哪有啥物代志啊？伊哪有咧打？莫讲有咧打，伊到迄个考的甲裁量，离婚时都要想要来判乱，你嘛帮忙。这毋是国民党帮忙而已。国民党换今仔日伊冰山，那就事例啦是安尼啦，伊冰山。所以你听了足侪老的足愤慨，你讲伊个故事，其实拢积足侪亏。咱拢毋知影，咱袂一听再听，咱感觉足神的啦，你若讲我讲遮，来我拜托咧，一摆甲听，你一定台出无共款物件。真实咱李永志老师这些拢历史的安排，伊是咱的国家人权纪念馆周秘书的第1任的主任，当然历史是安尼变迁。2003年，比第1任就失后，但是叫国民党剁掉，完全剁掉，莫搁提，你另外拢袂使提。所以另外伊过半，毋是干那讲政党过半这样代志尔，看了太简单。但是我若你过半，你搁无做，对历史无做到底，我是感觉这是咱全体失去机会，毋是民进党失去机会，对吧？我是安尼看无历史安尼变化，带来啥物？互咱有啥物意义呢？这是因查某囝替伊整理的啦伊叫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选择。其实讲伊家己，李永志老师一生的故事。因查某囝当然即嘛食做咧政治教册，伊内底有讲到甲咱今仔主题有关，讲到一体制的记，我报道记当然，伊安尼讲是一个家研究者、学者咧讲，讲两个，一个叫阿布瓦克，一个叫诺华，这两个你记的研究内底不短不短，从两个伊咧整理，伊就发觉讲，哇，因兜呢，即摆问伊啦，对阿嬷阿公的记忆一部分，问伊啦，迄部分伊拢毋知影，伊知伊就嘛一部分。所以迄个英语足好用啊！英语有讲，这个呢不叫做 collective memory， 这个叫做 collected 过去式，收藏的记忆收藏。足好用但是咱要用伊有讲一部，咱讲嘛处理，再继续讲。即摆无法度专门讲清楚啦但是你若有趣味，我包放着啦基金会，但是你着老家己看，因为咱就遵守这个规则嘛较袂去用讲话，安尼我才讲袂了。大家摕笔记我嘛毋知影，我顺着这个看者咱即摆来进入第2个部分。这个第2个部分就是讲有关我了解博物馆的甲集体记忆的问题。博物馆的册内底，也是研究内底讲到集体记忆，但是呢，你若去看集体记忆的册，你看嘛，这拢是先出册一个传统。因为他这相关的研究拢接触的，甚至有为历史的演员，讲到柏拉图去，讲到亚里士多德去，咱会但是变成到即摆，怎来产生这个集体记忆呢？这个真趣味的，第二日绑起来无走，所以爱绑。
学员会当念者无？第一本书念者，可能会当较清楚。什么样？伫过去20多年中，真少。我咧看，我去录音，我记录一下，看袂到。小细你。伫过去20多年中，真少有术语还是概念，会当互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集体记忆受媲美。实际上，这个术语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过学术领域到达政治和新闻领域。集体记忆出现伫权力中心的会议中，和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不过，目前对记忆感觉兴趣的风潮，毋若是时尚，伊也是一个标志。咱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了解咱当前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重要关键。因此，学者和经济领域的其他人，采用集体记忆的概念，起源于社会学，用其指导因探究多样现象。就是安尼，尽管是安尼，对迄个术语甲伊考察领域的含义、起源和运用，依然存在真大的混乱。集体记忆的读本提出组织和评估过去新旧和当代对集体记忆标题下的问题甲贡献，组合开创性文本，真好找到的经典，以前毋捌翻过的参考文献和当代地表文章。成做该领域教学和研究的重要资源。另外，伫选择编辑材料，为该领域提出新的生活故事，伫这个悠久历史的背景，欣赏最近的创新。除了主要编辑介绍、概述当代记忆研究的有用的过去，集体记忆读本包含5部分。前导者和经典、历史、记忆和认同、权力、政治和竞争、媒体传播方式、记忆、正义和当代，到第篇文本。感谢。我听无啥有啦，真是。也不知有啦，我听得足清楚，我你写的，你写都听不到。无，这是啊，这是 Google 帮我写的。Google 关键我甲顺一下。通了。即摆吼电脑实在足好用啊，所以吼老学去读研究所本嘛足好做，但是我遐哪无啦，遐哪佫无接招。即摆吼网络足侪册吼，拢是免钱。啊，有 PDF 档你会使掠来，直接较欢喜。你若要省时间。所以这个小孩变啊，世界变啊，咱爱掌握这个工具啦。无你即本车头本，敢若台本，另咱毋知人哦。来，第二本这本足注意的，这本网络专门拢有。这本我有全部看吼，以前看，即马为了要来遮吼，有人要念，还是我来念？你也不来，这个以前嘛是。第二本文化记忆研究手册，文化记忆甲集体记忆暂时相搭。佫讲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现在甲过去互相作用。这本手册在一本册中代表了文化记忆研究的跨学科甲跨国际领域。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咱不讲你讲跨学科、跨领域，就是讲。单独一个学科没有办法处理，不是说所有的学科加起来处理，也不是这样子。然后它伊需要无共款的项目去研究这个主题，无共款的 approach 入来的时阵会有足侪发现。所以呢，一个到目前为止肯定是什么？变动中，我都讲敢若流水感觉着，你确实有看到水，但是任何时间每一秒你看的水拢无够，是不是安尼？咱讲袂介抽象啊吼，这
这个研究是安尼啦，目前是安尼。所以哦，因叫做 memory boom， 伫1980年代啊，对生的这个影响做大。这毋是讲去影响着社会科啊，影响着啥？脑神经科啊。因为咱的记忆，甲咱的健忘症，咱的会记起，阿兹海默，即个病情研究有足大的关系。所以伊才有一个足大的这个资料是啥？脑神经的研究。啊，这个重点拢伫先进国家啦，欧洲、美国、英国、法国，哦，啊甚至意大利，啊无就是美国。好，即摆这有国际知名学者的文章为读者伫个讲了文化记的研究的关键概念，哦，会特别的介绍。就是依照所无的方法来记录当前研究的成果，会使做论坛，啊，册内底有提出足侪方法，比如讲社会学、政治学、历史、神学、文学研究、媒体研究、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所以文化记的研究呢，就亲像手册你讲的，20世纪初，莫里斯·哈伯瓦克，即有足侪种啊，有共款的名称啦吼。伊呢，就是第一个提出集体记忆较有系统的讲法，吼，包括啦犹太人，这个人咱嘛爱记，伊死哩一重个，所以这甲咱讲的故事拢有关系。甲转型正义、甲李白、甲白石公，其实拢有一寡本质上的关系。遮尔好学者先爱伫个时阵来过身吼，所以这个研究呢，离这20年，所以这本册做是应该讲这30年啦，2010，即2019。会使互咱知影足侪国家甲学科真正深入来研究遮个课题吼，所以你就较比较爱咱了解文化甲记忆互相之间的关系。啊嘛真多样化、多种的方法吼。咱若基本上拢去读过，咱会当了解讲，哦，历史文化背景啊，免咱了解现在甲过去互相作用。这本册毋是讲提出讲社会背景下研究个人的记忆，个人的记忆，即嘛一个课题，还是讲一群人一个团体的记忆，还是家庭的记忆，还是更较大国家的记忆，咱你记了是袂歹。即嘛有真清楚一天的日子，但你有注意无？记了白石恐怖，敢若无真清楚。所以迄是毋是有一体记忆的差别？啊，反倒当然，28个馆甲28国家馆，两个甲咱拢无法的基础，就是讲我袂留法，无组织法。颠倒呢，28博物馆，伊就有组织法，定义成立。所以大陆小到这个去讲遮吼，所以透过一季了，甲今日题目淡薄仔关系，吼。过来这本哦，跟其他无法度传本吼。这间公司哦，正出名吼 ，Routledge 还是 Routledge 吼，我常常念唔对。这本书哦，已经到2016-30年出，所以你就知影这个研究哦，一直都在发展。再讲有头前出、中出、后尾搁出，拢是这种的所谓的读本，就是汇集放出侪内容。啊，伊有做啥？6个主题啦。理论甲观点，第二文化物件，咱普通话安怎讲？台语符号，符号，敢若较无口语化吼，毋知变哪吼？记号，记号，较口语化。到第三，公局、跨国、转型正义，转型记忆，转型正义有关系。所以咱今仔咧转。我一直强调讲，咱要转，毋是咱家己转会过袂过尔。国际社会嘛咧看咧，咱是家己毋知咧。因为全世界有100几个国家转了好歹2个是不是？拢安尼转。啊，台湾毋是咧讲话讲，伊阁是一个咧汉时啊，但是咧，伊个成果甲力量嘛无啊。所以，我足希望台湾转会过，转会过要安怎转？起码咱这个纪念馆可以移植，互伊更较好发展。第四，记忆的技术，这里迄个欧洲呢，
你希腊罗马时代就开始啊，变啊方便一个人去记物件，所以咱若讲到迄个视觉，视觉台语嘛口语就爱讲，目睭看着，你讲啦，目睭看会着，啊目睭看会着，咱不能讲信以为真对吧？但是人就爱看迄个信以为不真，因为视觉研究历史足久的，所以咱这个表演，也是讲展览，也是讲博物馆，一直咱拢强调电视，其实后壁一个观念就是视觉。你叫是你的目睭看的，但是你的目睭看的，拢无一定会当信，你爱有这个境界，啊无爱好骗，对吧？选择爱好骗，所以过来第五，恐怖、暴力、佮灾难，头前一两本节拢无讲哦，吼，身体佮心态的系统，哦，已经讲到遮来啊。这本册当然是迄个科学科，吼，啊，看来了足侪拄仔我有讲过，诶，无共款项目的研究。第四本，这当然是本专册，这是因为哦，这个人因为是法国人，所以写的是法文，啊，咱转做英文，这嘛一个变化。所以本来这个研究无啥人去注意，这看来就战后的过程啦。咱知影吼，你像讲德国人这么调来咱搭为占领天啊，因为民众这种，较容易建立好的关系。啊，比啊即摆这种嘛是安尼。啊，实在讲，德国有影是咱若是的对象吼。啊，因若说足侪起来的，但是咱若看因即摆说的，嘛无一定一开始就安尼呢，伊嘛是咧变。啊，真正咱了解东德甲西德合起来以后，产生足大的变化，要安怎去记过去？而且你还佫把当时所记的迄个纳粹的政权的历史，迄拢爱改写的，迄个工程偌大吧，比咱大足侪吧。所以前因的研究，伊探讨讲，哦，即个人当时迄个伊的故事，伊的人的迄个研究，甲美国，伊捌去迄个芝加哥大学哦，去讲课过吼，啊所以，即本咱毋是芝加哥大学，即本咱是霍普金出来款，所以咱就知影讲哦，记忆的当代研究差不多是100年前，为这个人开始，啊你战后转去，甲北方年代，佫开始。北方年代是咱了解世界历史、当代世界真趣味一大路。年头啊年尾足大变化，咱才89年嘛，甲今仔30年嘛，加咱们30年。我认为讲倒他30年。对，过来。咱毕业都属于啊40年。咱的概念，1949年宣布开啊，甲今仔几年。咱年底后，咱敢有即种记忆？一体的记忆去关心这个代志，概念已经过遐久啊，到底咱怎看过去的概念？好，我就免讲较济啦，因为主要是以以为主来介绍啊，甲迄个安怎变成这个记忆。我有写一本册吼，就是拄好送互访问，嘛在做了变，当然无卖嘛，迄自然。但是重点是要变咯，重点是哪一个人知道？即内底14章我有写一篇叫做东亚和平博物馆甲文化记忆。台湾甲日本文化记忆在台湾的纪念馆。即要讲啥？这两个人拢过身啊，一个是考证的，就是高雄基地的战争和平博物馆。细细的囡仔会诞生，就是因为。讲啥啊？自杀是几个嘛？考起来的。我是拢袂用讲自杀，因为这本身来要探讨。自杀是你根本就无爱活，当然伊嘛是无爱活，但是伊背后是拢无爱活。伊迄种足侪抗议啦，所以我册内底有怎写。但是大南山嘛是，两个人拢日本精神。大南山尤其哦，你入岛会做到9年嘛，伊甲来记，伊都要翻译迄本《亚述传》。其实《亚述传》刚刚出来转来台湾哦，是1970年代就已经出来，无人知影是真理。你知影是怎么翻无？
伊遐有2本字典，当然是唱入去火烧岛，啊，要安怎法？暗时哦，大家拢咧困，伊拢自动讲我来讲的，开始发。啊，佮主动去参加成山班，会当离开啊去成山班去山顶，来走路班。啊，册用了后吼，破互。啊，字典拢会使买啦吼。日文日英字典，再来英中字典，遐人可能日中字典较无，较一较歹买翻。伊他们2本字典去翻日文翻做，当然这背后佫较一个人翻的，日本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教会主义的这人，在神拜我们一寡人吼，迄就是写个啥？写迄个台湾的殖民地，即本册拢一直著名吼。我做一项是引用。过来，第5本应该讲第5套，这是法国的这版哦，我唔知哦，我无看了完版，足多个啦，连芝加哥大学哦，买完年嘛几啊年，7年前啦，咱台湾有出，中国是亚生叫做戴玉坚老师，中央英语的老师，伊就是皮诺哈亚生。这来研究历史的人，可能知影，你若对于法国的迄个近代历史的学派变迁哦，咱讲个林卷学派，这咱较正人拢带有关的，哈佛瓦克嘛林卷学派拢有关的。所以你会知影法国安尼为100年前的这个记忆研究，其实分拓足侪研究的迄个方面出去吼。当然我因为这个中文，咱我就免做商量吼。也是讲你去帮我讲，可能咱看到戴老师的迄个导论吼，introduction， 你会当清楚伊咧讲啥。这本册我嘛真推荐，我看足侪遍，我看袂记，这第一摆看毋捌，第二摆看嘛无看清楚哦，看这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就是经典的这就是安尼。好，简单讲。这种的想法拢是先带来，包括记忆的技术，哲学的观念，变到今仔日要安怎来研究人，甲过去，无咱是安怎讲历史拢要考过点，但是加上历史嘛爱考部分的考试，考当代人，伊离到今仔日民主社会更加是安尼，袂使拢写英雄的故事，去写帝王的故事。敢若咱个图书馆，以前讲总统的故事，老百姓安怎过无管。好，以上介绍吼，第2部分就到这为止啦吼。安尼了解起来，咱会感觉讲台湾是一个欠缺一体记忆的所在。咱为了更加真好，所以咱嘛爱知影咱的文化记忆其实是足薄的，而且伫这个时代。政治的认同，我讲政治是较基于一个国家认同。咱到底要爱一个什么款的国家？坦白讲，互相根本就无真正对话过。你政治人也无法度哩，即摆即个时代即种条件，真正去对话。但是我嘛感觉讲，敢无可能试看卖？无你安尼嘛，公共电视国家的啊，公共电视你办10场的。各有主题，一个一定是爱甲专业性有关的，甲历史记忆有关的，看伊怎讲。伊若无共我来讲话，伊要讲出这种道理啊，互相说哦。无拢在退休嘛，毋是办法发生嘛吼。这拢爱趁咱想会着，去用一点仔拉拔吼。所以你两部到这为止了，咱这第3部来讲，我同到了同个时间咯，第一稿算。不只了解啦吼，但是嘛，我着了解完全啦。这是啥物所在？这位空中看火烧岛，这个岛以早叫火烧岛，即个人叫做绿岛，即嘛是从文化记忆对后面来变迁，后壁拢有艺术伫。火烧岛对我这来讲，迄个一个印象就是，啥物人讲我袂记，是人讲迄个无怪，是我咧，别人嘛共款，无怪甲你唱火烧岛。我去火烧岛，我做工无，我讲安尼讲哪有啥物意义？但是咱对伊哪有意义？
是安怎？我觉得一个惊赢一个，唔知伊是啥物所在，反正就是一个岛。但是你问我就个人讲，伊爱离迄个关于政治的时代，因会惊赢，歹势，伊拢认为是新生，因为官方的名叫做新生信导处，新生弄得处，所以呢，因才有一个网叫做新生。所以即摆因去办活动嘛，定定来做好咯啊，做好咯怎么样？拍钱。但是伊拢毋知影后壁故事怎处理啊。啊，囡仔嘛捌讲啊，我大妹我要来做新生啊，拢要做外文的。我觉得囡仔要补习哦，互因这补习哦，真正有补习哦。因为我有找这些纠正的，有印的纠正。这个时间你去了解，大家有注意听会使怎样嘛？台东的高中、国中小学的校长有偌济是为火烧出来。应用我知，啊，你讲这是传奇故事吗？啊，就是因为迄个时代做成。啊，所以这种所在，你到底是要完全讲过去的受害，还是会使讲到即摆一寡趣味的故事，加强大家印象？这就是文化记忆吧，吼，也是一体记忆。为安尼来了解，我就对我感觉毋是干嘛安尼尔，佫有偌济我注意。咱对这个所在已经今仔日19年，我出入已经19年。伊安怎踮到今仔日，恐今仔无一分钱，所以先来去做咧钱，强逼家己嘛。无变嘛，我有历史的，有历史的，我写一本迄个火烧岛纪念园区简史。拜托，毋是我写吧？恁另外部我去写。但是我相信，做侪项目伊也无法度，因为伊也无参与了。要你来请教啊，我嘛叫你来，你嘛毋来啊，你较搞你去舞，就是安尼。咱的历史是安尼，叮叮塔塔吼。你看这个项目吼，倒面这张，即摆技术拢免弄一部啊。这张单面和先生就是正面这张的，你清楚？从左面迄个人，伊画。2005年12月7日，国际人权日，这个叫新考什么？伊画咗落4、5个月画出来。下面你会看到一张空拍机，带着空拍机去离岛一次搞定。哦，后壁还有两个设计讲，你要一个送玫瑰，哦，这个时代，伊真正安尼做的。我毋知蔡英文去安尼做安尼。这哦，这种我拢有学起。一寡步数的，造成好的效果。啊，一寡步数你嘛说 test， 这头人拢是算真诶算假，有心嘛无心啊。这拢是过去的项目啊，展览啊，这嘛是，这倒面是第一题，2002年就出版的 DVD， 这个可能迄个网络 YouTube 拢有啦，啊，这个做一个人爱看啊。你若当看了后，你上时啦。我无统计，应该一半以上拢无伫。所以足宝贵的影响中的记录，甲当时原地记录。正面这本，这就是国家人权纪念馆，不是博物馆，纪念馆的筹备处第一本口述。这是迄个古建店可能要出的。啊，过去我先来讲这个简述，就是讲，伊安尼了解咱有一个时间的。感受吼，当初本这本是一个日本人写，即摆搁伫台湾写物件来出出里，叫做平野久美子了，久美子了。伊写啥呢？多赏的樱花，多赏哦桜。为啥开始写？因为吴念真因老爸开始写。吴念真如果讲伊摸因老爸骨灰，这两篇我毋知你吴念真啊，去东京参加影展。当你飞去到东京，有当有机会哦，你会当看到富士山，所以这是吴念真的心理啊，带老爸去看富士山。当然这是已经过身了，这我认为嘛是文化记忆一部，真好的故事。台湾这本2008年出的中英文版导览书，到当为止，毋知是藏起来，还是无要用，还是无要用，还是因为名改所以袂用的。我慢慢才嚟统计，我说这本一摆做，正面这本其实足好看，但是即马
听讲嘛无介好找，我毋知影，我应该有啦吼。这吼一个客家人以前拄仔讲的吴成伦嘛客家人，李永德嘛客家人，教授吼啊李永吉啊黄华昌嘛是客家人。你讲客家人拢安尼吗？啊，就拄好是安尼啊。伊在这嘛去开飞机吼，去奥克纳华去做迄个做啥？卡米卡西。是拢。我其实为啥头落来，我见遮个资料，我见讲爱帮因出，帮因出了，我见讲哦，当嘛出足侪册，入不来入不来，所以一般上我拢会记足注意的，吼。咱来当去进一步去了解咱家己历史。啊，这是个即马有人捌记过，拢捌记过，安尼吼，希望你以后直接去。我是感觉这个岛吼，我本来嘛是我也工作第一阶段规划1年半煞，我就拜拜无机会啊。毋知讲3副4副10几，啊，这3、4年我是较少机会去，啊，但是拢有在联络。这是博洋已经推动1999年落成的，叫做人权纪念碑，甲单，你认为伊遐？啊，你讲5年，阮去遐办，遮尔盛大的研讨会，才有去办哦。啊，有钱无？歹势，对过年了2月，我你说讲好，我恁来办一个，阮较早拢捌2月就倒演奏演唱，我咱来办看嘛。这拢免用标的，啊，就别个拉5月中，我一人去4、5万人去，钱要去倒来？套啊，即个大约套。你个当然做一场，安尼啦，安尼才好啦。不过我也是办起来，甚至讲意义有大，当然真大，无可能有第2届，死就死啊，对。所以你青岛东路上啊，拄仔你下日咧讲哦，严医师你开始的时候，提起讲，今年应该是同尾一届机会就对，伊即摆人搁伫个，去拄了足侪伊个。同行，因叫同行，所以促成伊要甲迄个伊原来写一本册叫做《双降》，搁点开写，所以我毋知伊讲，我一定爱甲出，吼，所以帮伊出对新的方向。这个就是背后故事，哦，这是我讲的，为呢下晡4点外，舞到下暗8点外才去唱，有路有，拢家己开始，落起来还有甲加无有。但是刘秘书说你讲，这换领啊，歹势，我话咧，真个是安尼，啊，佮今日无法度上片，所以咱个社会需要咱个人家去提倡，我拄仔咧讲，这是咱个特色，咱嘛爱正面去表述咱个做个代志。啊，拄仔哩嘛，前面要讲个另外一点就是讲。你个人看物件，你讲就是讲是拄仔咧讲嘛，不要信以为真啊，也不要眼见为信。伊迄拢是起码在做成，啊，起码在做成意思，毋是讲马上做成，就即几年做成。你经历看嘛共款，你遐看，你不要被信以为真，他部落格啥一直写 ，LV 啥一直写。我感觉这个时代问题。我讲歹势，迄内底有90%的物件拢是 copy。什么叫 copy？ 不 ，copy 嘛，都是要原版复制的对吧？好像也不是要 copy。人不管你在收真正物件嘛，哦，啊你再去互人看，迄毋知有物件说明这个已经是物件。所以不管你讲内底收藏的物件，宝贵是遮，啊，这种类似的博物馆，毋是讲你啊无洗衫工就咱来挂一挂衫，啊创一挂不到。你害死人啊！迄个感觉拢走去啊！所以今年我是为拢无物件，一直较看今日，我甲两句话，我甲保定讲哦，这个说到了，第一个外部公园化，内部复制化，要不要继续这样走？我们大家要共同承担责任，无人听你。
拜托有啥物人有朋友还是亲戚啊，对这个管有注意啊，专门来定义那个公开上网招标的案子，看有多少钱？那都是我们的税金呢，可以这样子一直这样随便花吗？这你真对中去捡哦，那真正在这里哦。但是应该唔我安尼啊，我后日若要去遐个位，我看人个迄个论坛啊，列出来文章开始啊，基本上咱白袂出，差不多当地开始嘛。啊，你讲伊落后，你表面看你有这有那有台北高包机人有国家的有市政府的，有绿岛有景美，有各民间的，但是你加起来有往前推进吗？所以我给他 blog 2一下，请帮忙，请的监管来推动所有的民间跟公部门的这些相关的款，来做联盟。做联盟其实做新生呢，是你互相支援嘛。你不要开的钱，我来替你开，我准你开比你较细，好过比你较好。这个全世界普遍的原则不是吗？只要你在公开上订立清楚的规则。如果这个本来企业，一个企业若无带来我这个受苦，我今日拢个将白讲的，是不是？这是今年5月，如果咱这个老一年，毋是一年哦，一年几啊个来去啊，上课讲话才少年听，迄个感动真自然嘛，我等下写做一物件嘛，但是尾来变成咱我嘛毋知，但总之只要有一个技巧，你爱专门去面对这样歹势。即种伊就委托，今即摆嘛委托外口的经理的叫做导览办公室，你去也比较迄个 LV 甲因本馆的 LV 两个差偌济，不是摆明的吗？我钱交给你花，不如交给他花。啊，可是他花的钱少，做的效益比较大。啊，我这样讲会有错吗？你干脆你们哦去做专门的研究，做那种无定的代志，阮家己来管。阮家己来经营，我讲的真正的灵明是这个意思。这嘛毋是我发明，这是你机制，看你要怎听。你要像美国，拢民间在经营国家济，由于真正国家来管，但是国家来管嘛真济靠民间的资源入来啊，这是咱法律定嘛。所以拜托，有机会啦，恁拢头往爱讲，即嘛这是一个机会哦。咱无安尼做，完了即种歹势，无啊。会当偌久毋知，因为你看200件款，第一个已经过20年啊，有进展无？无嘛，做这路嘛。啊，要我继续安尼无？难。你讲1年经理开户发生冲突，叫摆人毋知，热身一大群人去抗议，偏向统的在抗议时段嘛，袂遐尔老吼，一个是迄个。中研究院的研究者，蒋纬国的迄个湖啊，叫啥？杨祖金你毋知知吼？即咱是阮迄时代人啊，两个统的啊，带迄热身的囡仔，甲迄个互你上我上，去啊其实我讲较白啊，就是要我变好看啊。但是呢，发生一个查某囡仔来去互一个学者打一个嘴尾，所以迄见报了，热身的抗议衫，无衫，还面啊。机场，这样叫我爸，我要问我啥啊？慰问人家。伊讲，哦，你在吓人家，我赞赞的。今仔我在日子，啊，你来遮你抗议热身，啊，你是甲阮当做啥？啊，尾来条迄个查某囡仔有人出来去看，还未开始有物件的经历，有人讲我听，伊讲人嘛流目屎，啊，这个台湾的一个社会是安尼在发展，所以才招囡仔来办这啦。啊，办到这个为止，到这有啊无啊，我嘛毋知。拄好还是今年办的，啊，拄好迄张是第一届。啊，这张是毋是空摆100就解决？咱无落啦吼，啊，是用滑水通记。啊，拄好迄张空照的图有接近无？有。咱即马所有的绿岛园区哦，是为遮开始，这是纪念碑，一直过来，啊，到我来遮，已经出去岛边的看外口，叫做牛头山，有大片无？
32公顷，已经第19年啊。有渐渐有，甲二讲每年决定一寡代志，到二讲1年做煞无停诶，只有叫甲有改到我毋知，请上网检查。民主时代、民主社会，如果人民要监督政府，没有很实际，你就放一起。所以大家拢在骂咧，我唔是讲伊唔对，因为伊唔知要怎做，因为基层的人，我唔知要去倒去啊。今仔日搁咧通电话啊，像你拢无力去，出赞出赞的。你要看这个所在哦，好不容易这两道，你上次执政的拍板定案，我有拜托苏贞昌，有人会使甲讲。伊甲李彦哲去遐做分析，李彦哲因为因内底中央因为计讲啊，咱即摆拢无项目工作站，海洋工作站，啊，咱直直讲后壁就讲海洋立国啊，人权立国啊，要照死人，你连海洋工作站都无，啊，最好是国际级，但是咁样简单，你无设站是要来做国际级，我去看，看到拍板对是，盖好啊。问题咧，到今仔为止，岛边这边，我看估计头有4、5公顷以上，甲当拢无解决。啊，咱即摆嘛无在地方，我那个猫咪人讲，我甲遐领导讲，你甲总统讲，我毋知有无，伊当不一定认为你较老啊，你讲的想法拢过时，嘛不一定，我毋知啦。总是我著公开讲，一讲再讲，无进展。啊，你规矩嘛，你拢无进展，你就无你互海洋工作站。最近我著较大声讲，无变我，包括选举，我选输，毋知佫变啥办。啊，这另外一个角度，拄啊，迄是海，等于用北吸入来，啊，这是蔚蓝的山顶入水。差不多拢无啥物大变化，啊，要开始有啥大变化？我是摕在修理哦，歹势啊！这规区哦，液体修理、风水已经一做再做，包括遮一个厝袂用啊，你来咧做风水，我讲这恁上cấp再用嘛，啊无你这单位是安怎？我真正毋捌看到这个单位呢，啊，我毋是在遮抱怨，这个都会成为我们被记录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啊，你无出声，你就对不起你所在的遐个时代。啊，你讲会当出声的时候，你佫无出声，当然是你的责任嘛，无啥个责任，对吧？所以，为世界来讲，即只个在我看，我昨年前咧提出，讲这就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毋是无道理的。你若食你若检验嘛。伊真正我嚟去，因为我拄了足侪外国人去，尤其即5年，去唱水的足侪。我问迄唱水的讲，啊你，或者你感觉即几年你来遮已经10多年啊吼，唱水的有几个人？我无去算，啊无到底偌济？你简单一个数字咯，我有50无，伊讲应该有吧。我讲大部分为倒来？俄罗斯，完全来俄罗斯。有钱，即人足侪啊，爱唱水啊，这个真广好的所在。佮介绍咱大家，也是中国历史，啊，袂晓无法用，啊，这毋是遗产是啥？但是呢，咱今仔日就是无讨论到真正公开公共的议题嘛，这是嘛。第二啊，咱无真正透明嘛，你预算咱用就是无透明。透明的意思讲，不断来公开啊，你逐年拢爱公开。有啊，拢公开你网站啊，会让你检验啊。第三，有问题我会使推出责任，有无？这个英文内底就是可救责嘛，这个是毋是安尼吗？啊无，才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不一定外定的啊，为什么花2次钱？对吧？啊。那是今年不会出头，连这个人吼是安尼啦，嘛介出名一个所在。若无这30年发展观光哦，伊也毋知要怎搁继续
因的生活。因是哦，这特殊的，我感觉啦，应该是原住民甲汉人的阿老苦啦。啊，几个人就是对在地。差不多10个30个人。因拢讲因的历史是200年前汉人为小琉球迁移小琉小岛。我请教你，遮拢无原住民嘛？我第一摆去小岛，2001年的3月，我第一个想法说，遐奇怪，啊，原住民遐近啊，船嘛真紧啊，好天要看会着啊。啊，咱嘿，历岛拢无原住民，嘿，汉人做啥物好代志，毋知影。这就是讲哦，显格为着小岛，咱就看出讲无历史的所在，遮尔丰富的所在，无历史。你讲几个人，我都无了。3000。3000人。户口啦，拢起起伏伏啦。啊，但是若热天咧，户部人口可能也差不多5000人，啊，打工换宿、观光客服务，一年出入3000至5000人，嘛有1倍人来服务啊，对无？啊，若即摆啦，船走一班，有当无船，像前3啊，风台要6个礼拜，无船，还有风岛，这没有，台湾很小，但是也很大。他基本上讲会下去，农业、以早祖先来拢啥，都海、种植，啊，种植我无啥环境，无地方种，土头，单字咯，拢就简单。因为这个种植园区，哇，真正是安尼，因为我拢有采访因当地人，这个说景点说这就是丰富化，内底无农业故事，无迄落。做事人啊，去到迄就所以迄山顶嘛建规片哦，因规气拢嘛组起来。啊，因即摆讲要复兴农业，我讲真简单啦，嘛无啥物复兴不复兴啦。你著提供就业机会嘛，有厝边的年轻人，你想要发展农业，拢来，一工看偌济互恁，政府竟然要出钱了。海洋工作站加上岛屿的延伸生态，加上这种非常有未来性的农业实作。不是我发明的，进步各国拢开始做。我今年有邀去迄个台湾的去看艺术节，但我感觉不是艺术，我看伊让他胖，因为实在太厉害了。因为我看一个小岛叫做全岛高岛，上网都可以看到，人口不到100人，经常人口。哦，看人家多啊，查某囡仔哦，都在涂骹板草。我主要讲，这边无偌大地哦，差不多几公顷尔哦。开始啊，都在种植啦，啊，佫会当声500人来帮忙。啊，即款好所在，交通方面了做啊。迄片地无用，拜托我来做跳跳跳，有人安尼做，无同简单，钱也好干，这就是复兴农业。口头说的复兴农业跟真实的要怎么去做？这拢是爱去试看嘛。我一直讲花东甲历岛，这是一片咱无了解的台湾，遮尔丰富的迄个历史前的文化，这有足侪研究。今年拢日本人发起的2个博物馆，一个科学博物馆伫上野，甲咱的台东史前博物馆合作，啊，个船为台东做啊，去奥吉那湾。你试验讲3万年前人是安怎度过这个海里？成功，今年成功，应试过来。这种个就是博物馆的 imagination 啦，伊好耍的所在。啊，毋是讲技能馆嘛是袂使安尼算，安那袂使。你讲我嘛有，我迄辰光我当做代志的时候，09年、1019年、11年，因拢是部落格拢怪了。2011立陶和平对话。那个部落格就是那时候留下来，这样子那个我跟他人在搞你嘛，不呀，无人要插我，那么我头去插，啊，那我啥？有心的人去做，你看，变成岛屿音乐剧，都是为音乐的祭典，用同性的字向个办落地接待。啊，你来阮遮，阮带恁去奥吉那话做一个所在，村，甲恁交代。啊，你来阮遮，阮甲你交代花莲一直到台东。保证你饱个嘴，我唱歌唱到迄边去，对，已经连续房院，但真少人知。啊，
即个活动有一工应该较会就好。好，佮倒转来即张相片，我是讲，即个所在呢，就是因讲的公馆村较正经吼，因的祖先来到火车岛的第一个所在，咱知影公馆拢有即个历史的渊源。用反人的讲法就是，苗栗公馆啊、十八毛公馆开始开垦的所在，简单讲一下。第二，这是林环馆咯。即摆毋是甲讲汉人的故事啊，你讲一下原住民吧。啊，毋是讲原住民的当代时代啊，咱来讲一下3000年有原住民是安怎发生代志，讲一下200年前咱有敢袂来原住民安怎发生代志，敢免？咱较倒上爱吧。莫讲我了好奇，我嘛足好奇的，但目前还未开发，底下未开发，有什么？所以即种的哦，会使叫做即摆我见到啊，迄个首里城修去了，400年的建筑历史。这个所在啦，做落去啊，迄历史会咧往前，爱讲地球的历史，安怎讲？咱知影小英第一摆去火车岛安怎去？你敢知？伊就年落去火车岛，你有这印象？风台啦，超级台风，大东火车岛扫到东岛台湾，我无记得去吼。小英向都9年嘛，去慰问，应该是一个判断，你爱紧去。但是伊嘛毋知影啊，无来较遮啦。伊伫迄个岛的生活，啊嘛带来去南顺对无？讲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搭较搭咧，咱个朋友啊，帮咱跟他拄啊，搁咧生活啊，隔壁地区要发展。这个吼，台湾来今仔真正是民主社会，即种代志，敢有遐歹解决？我意思讲，毋是即马就要解决，大家讲一寡，用一个讲一些补出来。不要都不说话，啊，毋是你后来的人，甲阮原住民地即个、迄个、地理讲，莫讲西平啦，你讲东平，迄拢是这100年前，100年来发生的。啊，你若袂当讲人，袂当用这心情去体谅人，因正咱就坚持。啊，我为山顶嘛，日本人赶落山，啊，山口赶人赶来赶去，啊，你即摆是要甲我讲到倒去？迄就是一个所谓传统领域嘛。啊，你汉人嘛要退一步啊！你资本家袂使讲哦，这因为根据现代法律，哦，这拢我的，拢有登记，你嘛帮忙。啊，若无地质的进程迄送的，这就是我直直讲，我的老师阮这介处的伊叫啥？我查一下，野蛮的父亲，我是野蛮人。反正野蛮人要来服阮的款，啊，这台湾对着点哦，紧做，然后对着点。即摆较进步就是澳洲嘛、纽西兰嘛、加拿大，因对原住民安怎做，这拢是咱学习的。啊，美国嘛有做，但美国因太大了，所以有足侪迄个在探讨的问题。过来呢，我吼，互恁普普知讲，去火车岛吼。我收集的还是网络的吼，像你若看出讲哦，因为有100年前，顶悬迄张，日本人设计啊，即个早这70年，嘛有学生囝仔写出硕士论文，讲日本时代加的变迁。啊，啥物叫普隆者？我毋知普隆者甲普隆吼有关系无？有关系啊！啊，所以是为日本的。转移过来，哦，还是注意啊！即个迄个火车岛公告一个超生的。咱日本说加加无真久的历史呢，是明治维新了，现代加加才开始有成员的。但是你知影，咱附近哦，加加，就讲北海道阿巴斯里帮造，毋是干遐尔啦吼，有足侪，日本有说足侪，拢是现代加加。台湾呢有台湾这个即摆就家己。台北迄个无大无球啊，台北这个城是足早的，我无看离原来原貌。你记东西吗？那中文说叫做李代哎，这个所在，你若无去往前对，莫讲地球的事，100年前，我有相片啊，啊，这个东南路有日本人画的建筑图，克洛斯即马拢伫台中的南投，有那个。
18年前已经做出来，较当下无人点出来。一个故事你讲我点哦，你看有即种的，这台北人规个少年啊，伊哦拼哦，你袂使炸再生产的，就是讲洗发精呐，也是有无拢一工就清洗这清洁品拢袂使炸，你要我讲就是，那你来食洗发精，这个搞错生意，伊竟然是在开洗的。头前你生产天开水了，这甲海洋有关。我地方蒙古遮有一个足趣的这，你嘛到对上好。你看靠面看啊，对面10几年前是迄个蒙古内底倒冷碗啊，即摆伊开咖啡厅。我即摆逐下去拢爱去遐啉咖啡，再啉了我大，因为伊迄才是真正有水准的咖啡啊。20年前无，10年前嘛还无，伊是才开6、7年。阮自家一间嘛，做一间，这拢离远古行路落个。即嘛有啥？每一礼拜有夜市，真高用嘛，少年用自由是种态度，台湾远古袂歹，自由是种态度，服务更是一种态度，让观众得到自由。看讲简单，我简单。这夜市哦，人讲这种热天啊，冬天是无这个空间。这是今年的一个活动哦，去遐听讲啦，网络查有啊，夜市这用阮出的这本叫做《龙华草》去做伊的标题，遐拢无要紧，阮出做这个大家知，大家拢第一用我教过，用我大家拢知，安尼就好。我目标就是安尼，但是。咱嘛爱烦恼，用是用甲历史有安怎连接，这是咱要爱知，无你拢会变成表演，皮下开就开去。这就是讲反校电影威力的所在，这嘛资本时代无法度的代志，用法度的资本90万投资去创作安尼的电影，伊早法度传播上百万人入去电影院看。咱毋是甲摆地，咱连来重视，咱去学习新的一代有法度用安尼方法，今仔无遐简单的，是导演厉害有厉害，足侪人的，我相信我也毋知影伊去查网络，伊有来看阮的部落格，我相信阮的资料加减伊拢有看到吧，还是故事，拢会部落格，这个种类是我认为的另外一点。我小组要讲这个所在集体记忆的相片同电影的，这内底会使讲得出来。这有日本时代这个酒店证明过去有日本时代的卡。这内这么济人，等于早走，无就等于做宣传去上的姿势。边啊，遐济石头为倒来？海鱼也拍起来，拍偌济，一年通恁都爱拍石头。即摆你去海，我拢会带，然后我带我会同你看，咱因带就袂啦，无遐济时间。迄石头真注意哦，我讲就足定的，你甲拍起哦，迄个裂哦，我看会着，小可会当看到。自然的经营，甲你70年前拍过，60年前拍过，看会出来。因为我有带这后日上去环球对。这嘛是足典型的过去的传统的相片。顶面过日啊，会较有年味丰富。即嘛这是阮去甲，我嘛毋敢讲伊互原来是复制啊。这个是阮做的，好歹无要紧，这项指教。但是我感觉做到安尼理想阵嘛无简单，因为即嘛完全无可能，因为这么高的老师过身啊，伊叫做林建成。伊迄是日本足侪个破关级的人，伊做到安尼紧有几条，细条紧大条拢会使，计数无共。但是这一身哦，50身嘛是90钱。我若要做到安尼，一身拢爱100以上。我想我甲来当做白身，我就找迄个拄我讲的陈梦和当面好，你上伊个熟悉。
我来斗相同啊，看来当做安尼哦，无迄个感觉。百姓伫遮毋是变做真正是电视啊，无迄个气氛嘛，啊，尾叫想着，因为伊做太济人，所以摕模啊来斗，啊，你就足性啊，免讲开模啊。但是呢，咱做出来，拢毋是任何一个人，拢是无名无姓去斗。我讲这是全世界，即摆应该是所谓密度，台语嘛足歹讲，一只块讲听无咧，吼，密度听有无咯？就是讲，翁仔离一个点那个所在的范围密度上悬的，全世界我看一个啦。这个可以讲过啊，啊无好耍无，真正好耍，因为因为我管制，啊无热天吼，大家拢免看这个。这两天我是调题哦，为这个角度哦，叫咱那个大咖的这边只刘振祥老师，即摆这是很牛的经验。即个拢是我发明，拢透过早的故事去讲，啊，即摆嘛继续讲。啊，咱来知影，这5年、10年。你要问倒一个，互你送100回报，我都讲，无可能的代志。迄是其中一个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馆，叫做无形馆，因为现场大部分拢无伫个，只有来定做。啊，定做这嘛拢问题啊，要怎做？要根据啥？这里讲爱肯定，安尼成本额，互你送的原因哦，伊就是希望上帝是你的主角。最近贵姓那个作家。恁就知嘛，叫做信佳慧、邢家慧。哦，啊，我是老林作家。讲到这个是讲足讲我，因为我是因为伊要写迄本这个解释赛，无到10年啊，这几十年来是，人走，这种人来加十个啊，来做领导的当花。所以我嘛从伊慢慢讲，安怎去培养吼，新的一代吼非常重要。所以后下来就我拢会去。啊！而且若有法人来，我拢会去甲伊开讲。但是咱即马，敢若就做咱嘛会当讲普普的英语，所以咱无法度。唉，2002年开放到现在呢，大家都在讲要怎么导览，讲了半天，总要出一个英文导览员吧？集美有没有？那请你们去 test 看看。这种所在吼，绝对甲正义无同啊。因为哦，伊故事坐甲袂讲，坐甲你根本讲袂完，3天3夜嘛讲袂完。啊，这种所在有啥物好说？天然的风景就足迷人的啊，阁有日时暗时。啊，你若走山顶吼，迄真正是无公开的所在啦。你绝对会当看到满满的天星。所以无法人去哦，拢无法得志，无法得志。所以你若来讲这个哦，像这两个人哦。对这个陈先生，伊就马来西亚交情，伊即马常常出来讲，我讲你要来帮伊导览者哦，伊英语袂歹，真正。我讲你要导览者，不要啦，你去就好了啦。我去开讲对方，来看你啦，因为人家要认识你。要怪伊哦，一讲哦，2、3天你讲完，这就这种所在啊。搁一个条件，客观的条件。你来，你袂匆匆忙忙，船班你固定的，航班固定的，你要先走无法度。你只个要好安排时间。这就是长期观察这个所在哦，收入的方法。所以哦，我讲伊实在是会报啦，大家了解哦，这学校做咱乌白团乱讲，啊，你安怎？要20年啊！这个一个医生，这内底搁一个冒牌，真济拢是，就是讲我说来遮，真济拢是外省的，甚至伊的亲人可能毋知影伊今仔日种伫遮，这有中国人来哦，我同爱甲讲，请帮忙回去找找看，我真是找无啦。我即摆这规个园区哦，位头到尾风景哦，互恁看，这就是拍照的所在。这是去内边。好，即摆爱言归正传嘛。
主要拢脱稿演出。咱要用一个记忆的概念来理解游客伫遮，伫这个所在有啥物元素？我想很重要，应该会真注意代志。我感觉吼，无头路少年我较少来，进不出去。而且不是只有夏天打工换宿，全年度。夏天根本不用安排客人，客人自己会来。进入冬天、秋天，公务人员来，一杯来，好，一杯来，补助。你这个冬季旅游补助，我在补助较济，或者离岛。迄囡仔行伊去体会哦，伊去讲，3讲4讲讲一年啊，讲半年啊。我无相信迄个囡仔历史无记会读到底，就简单讲话。所以我写几部就是要讲这尔，恁念嘛。因为咱来讲做一个故事，讲林木星的故事，讲到即马才谱出来，叶圣杰的故事。27月29号清散。过新节干去？27月29号就清散了。东京大学的医学的生还未读完，等到台湾继续读。出来做医生，查某，囡仔可能北土地，因某我采访过，因老姐即马太太，现在到一对，刚刚靠这个故事哦，因兜故事，你著会当解剖出一个。伊共产党是因为颜色红历史内底有写的，伊就是一个顶丝啦。青岛东山哦，迄个颜色红历史就是牵伊入去的，就是伊牵入去的。但牵入去又如何？什么代志拢无做啊？开始掠人啊！安尼可以归之于共产党的功劳吗？我不认为啦吼。咱来警告吼，你对历史是无清的时阵哦，你着真容易去互即摆现出时代，甲你拐变，毋是咱家己哦。即有这些少年，我知影，但是我感觉伊是真悲哀的情形，梦想对50年代叫做左翼。为日本时代甲战后，拢认为是共产党大个。我问你一个啦，你一点钟讲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历史互我听，我听入去，我就认同；我若无听入去，歹势。太难嘞！所以，咱对于咱就是在教少年啦，咱将历史无了解清楚，将伊咱无甲清楚的表达哦，在少年知。所以。在第10班这种所在，公务人员拢我认为拢惊到要死，这好过来这罔久啊，要认真啊，人两个字很好用，伊的 logo 嘛用人，用一个人啊，后壁是红色的背景，我是说无介意，太无设计在条嘛。讲这个人，你看进到东山我就知，这个人的日记开始出现了。少年人有对立吧，加减，因有拓印这个时代的精神啊无，我认为有，迄应该是我上这个时代一个记忆，但是因无拓到咱这个时代，就是我认为咱做这个博物馆到这个遗产爱去注意，莫等到日本人写的册，甲咱讲哦，这个是叫做 public， 这个叫做 personality。这就是一体的记忆，咱袂使甲摕嚟表演讲哦，公民甲未来到底是要安怎行？台湾人的下下之梦，这是日本一个讲话你捌敢有去听无？伊的新书我表里迄个浙江教的，伊的中文哦，我袂晓念的，即歹念的，伊的汉字哦，较讲明的教授啦，啊。卡马高美，台湾人的写下下之梦，为世界史看日本在台湾行动力，其实你讲日无成，有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日无成会代表台湾人咧追求的，用现代语言讲叫做 public。这个人有一寡特质，叫做 personality。我毋知伊的故事，这种精神，啥物时阵到入去来记人番讲。今年我捌入去，来记人我就导览员嘛，我捌分享过我这个看法。我也莫想这个讲名安怎讲，但是呢，伊有连接落去读。
人家就讲尽管通知的方式，卖卖啊吼，是安怎来啊？就知识分子医生，为你的办，一直为你白是讲。所以下一步伊要去了解农民组合的感觉，要去了解高医生关注人，教伊查房，要去了解什么人。总是要了解白色恐怖，这知识分子是安怎？离开了后，佫一摆受害，为安尼两摆受害哦，啊，佫一个时间很长，佫会倒无倒，这我毋是政治宣传啊。我要反省是讲，咱的历史认识真正是天谴，天谴要怎讲？台语天谴，天谴。你若无自我认识，你就是，当然讲四好两字啊。但是咱袂使安尼啊，这样一个博物馆设立啊，这是历史的机会呢。啊，日本人车印写下来，你也看，今嘛为了会当发展我这个教学，什么教学 ？Public personality， 我要了解感觉，我要了解高一些。这个甲一个人主观的程度无什么关联，但是伊做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代志。市民统治的权利，哪会甲当作麻烦的啦？这毋是讲市民主义的暴力引起在同头前吗？例如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拢会使安尼来解读啊，拢会使安尼来解公布从安尼吗？好，你讲继续讲，因三个人共同点，包括正南国民党政员。政治受害者，今后我想要为市民主义的暴力连续性，这个研究者用的语言。这个暴力呢，为日本时代一直延续到战后，无袂有白色恐怖，才一人受害，对无？啊，这就是一个连续性。但是咱也常常会讲，台湾人的历史是断裂性，断掉，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咱即摆要探讨的是讲，咱历史要怎联想？探讨200白色恐怖，知识分子为虾米？伊佫是如何再度成为统治者的目标？因为当权者虽然是台湾总统府变成国民党政府，将压知识分子 framework， 这种日本式的汉字用法，哦，伊的电脑方式，这种有延续性。安尼才是叫做研究啦，毋是干写故事尔。你爱改变你个观念嘛，改变你即摆认识历史的观念。其实这个讲到这为止，这个体制同重要一个 concept。你是用即摆你解读过去，啊，你用什么感觉？对毋对拢无要紧。啊，像这囡仔来，咱有法度甲讲遮吗？搁一个，本嘛搁较紧的来弄，伊做的代志敢无迄个公平性。啊，有迄个音乐特质无？有啊，但是你看你就嘛记得我安怎讲，你遐就当作阿妈头，在我看。哦，安怎想就哪去哦，但是心里甲这拢当作一个人，啊，很健康咱的心内深入的物件，咱是毋是甲原住民当作人？你若要讲人，原住民比你较早知影是人是啥？因为原住民故事内底有足侪拢是因祖先留的。拢有看到的人安怎做人，哦，所以拄有讲着，所以顶年的12月70日经理有即种的仪式，真好。问题是安尼就解决历史吗？恐惊袂。啊，大家做的这个原住民唱迄种因所谓的和解歌啦，和解歌，啊，人甲人的社会变成社会的时阵，原住人莫讲啦，变成社会时。冲突就来嘛，冲突要怎解决？我一个道理真简单，你一世人就欠人，你做毋到代志，所以你要足心意道歉，一摆搁一届，这是做人本质。无像马英九讲，我道歉的是几次，你就是道歉假的才会道歉十几次啊，不是吗？道理很简单，你自己都不懂。好，咱好利用这个物件，咱恐惊才会当。认少讲哦，虽然经过19年，
保存这样的物件无遐尼容易。但是我是有希望讲，有机会就做。我毋是甲偏方就做，是因为伊真正丰富甲讲袂完。啊，你经理就是卡卡嘛，对迄个观众互动，我另外方法，吼。啊，回到这个所在吼，同简单方法，免甲我讲托付款安怎传行安做，是真简单代志。然后恁管理的人一个出来做，即个两句讲一点钟，讲了出侪人嘛，听有拍波啊，啊，那你就说你来做公务人员，无尊重假嘛，对吧？你个人当打办发包啊，迄只要考试过落去啦，讲我无做简单咧。伊做公务，所以做了解，啊，你讲啥？这个道理有简单嘛？这个道理吼，互咱发现讲，哎，原来现在行到即嘛，日本人的研究对咱有即种看法。学者种种的研究讲什么叫做现代性 （modernity）。咱即摆讲答案就是叫做，毋知。但是我咧为啥你会看到就看答案人的现代性，无历史感，毋知安怎对待历史。所以天公伯后，咱才会纪念的所在。我无相信国民党有甲甲取消，国民党本来当啥，领导变做烧灶变做领导，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朋友讲的，我不作为，但是我继续花钱。不作为，但我继续花钱，不然那个要开了所以，学术上讲诠释 （interpretation）， 其实我都有我的道理。你若讲问题，咱做者少年人有法度，你就做你经历，你来去讲出一篇故事互大家听，人会问的，感觉足自然。啊，照你那套吼，我袂通啦。第一个是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白色恐怖，我来讲点，白色恐怖景美人权纪念园区的导览员我大家了解我就弄去啦。你个情形敢拢无嘛？你大人嘛，你真知嘛？你甲普通时啊，你袂是安尼嘛？你袂安尼家己介绍家己嘛？在我看，那种就是一种被驯化。如果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话，是被驯化的现代性。所以我想讲，遮真济会当产出的研究，咱免惊，咱有当甲现代学者平起平坐。但是我研究有用无路用，袂讲研究专利喺度打空包弹。这嘛是一个所谓即嘛足行的叫做黑暗文化。我足无爱用不义遗址。我甲咱问一个问题啦：中正庙是毋是不义遗址？你若讲是，我就无用。啊，你敢若讲即个被害、被修理、被侵犯的所在，这叫不义遗址。啊，你明明就是受害者取向。讲不客气点，被害取向。被害情节，继续这样下去吗？我们要追究什么是加害的体制，什么是加害的根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吗？现在里面较保未来能够发生嘛？未来会发生，大家抓蛋啊！明年会投票，会用袂用我都唔知啊。但我相信恁大家用这去讲互别人听，用你方式。无你家己去了解嘛，警秘经验啊嘛。啊，你警秘看到去中间要看起来，啊无去第二个技能馆看起来，两间啊，一工就解决啦。啊，你家有啥物感想？你若训练家己嘛，你偏离哦，你歪去中间袂知你个入去啊，你知影你安怎讲，对无？无你自家就你拢毋知，啊你是哪个对无？啊中间边我嘛入去啊，但是阮无共款，你买入去是毋是有公平？要和解。这个就是方法。前提，我们要训练年轻人，真的好好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还有一点时间可以问的样子，但是以后真侪拢投稿演出。你唔知有啥问题，咱讲。
我毋是学者，嘛毋是研究者，但是我著用我的趣味去了解、去查、去看吼。我感觉讲，真正感觉咱无真正去了解，但是国外研究啊，伊毋知走倒位去啊。啊，即地咱无人注意，我毋知是安怎。啊，即袂使怪啥人啊！我嘛去读博物馆啊，我入去后，我知影讲，我校嘛无教即套啊。所以，歹势我的指导老师嘛是我朋友叫做仁义，伊即马伊嘛早期东华哦，伊遐出道很早，伊即马做研究所的所长。伊讲你莫叫我廖老师啊，我叫你查查哥，你叫我廖老师，是要我叫来叫去，你家己写写，我甲你看一下。所以我论文唔敢发表，所以台大趣味吼，我真欢喜，因为总是来做这即么块，无够成熟，嘛无够完整，安怎点来点去。但即么来，我有时间来，不少年，写博士论文，我嘛为了处理，写出袂错我唔知，阮某嘛袂帮我刷，阮某无跟伊讲我去读，我咧想啊。你爱要读册哦？无啦，我是2005年不小心进入第一届北艺大博物馆研究所，即马等于做前，减啊读到袂毕啊。毋是本科，是因为日本伊讲爱要求第二个国语，所以啊，我家己计较啊，我想这日本家己读好啊，考试考3年，第3年我可能过，我再来竞选，再来人生啊吼，我注意。博物馆有学我一个厝，有那个什么高动，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今年的京都博物馆爱看大会，我很早就跟外婆讲，你们要赶快集结人去。离大人才紧，顶摆你还跟我去，2004年，可能放才批走澎湃，我看一个惊的，咱真正对袂住天啊！你看你若高中生无3、4千人来开会嘛，所以你无坐迄个翻译员嘛。韩国迄两种都是哦，即要到22千了。另外韩国变迁偌紧，拢高中生咧，阮连高中生咧做了陪伴你的翻译啊，刚即个我就惊死啊，对不对？咱怎办法咧？咱要回一个国际会议，可以说年轻人上场吗？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这个都是机会。但是我们现在的钱都花在硬体，硬体毋是毋对，硬体顶有包厢谈嘛。迄种经济循环无需要，即摆毋是这个时代嘛。无想做生意我袂晓啊，我是做生意出身的，无法读工业管理。肯安尼做是讲，感觉讲咱也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啊，会当做尽量做。所以伊的课题足侪啦，会足趣味的。所以大家有趣味去读博物馆去看觅。但是我真歹毕业，因为伊真正会看你，你爱对文学有兴趣，你爱对科学派同学基础有兴趣，你爱对社会学、对政治学，你爱普遍有兴趣，因为你要读迄道去，毋知影伊该开一个课啊。看你要修迄落植物啊，要修自然的啊，要修历史的文化啊，拢有啊。咱如果讲今仔讲的题目就是较偏向讲，甲当代其实同性的关系，就是我暂时称它为当代 （contemporary） 或者 modern 的 Memorial Museum。即摆这个时代的博物馆，伊的历史毋是真正历史，因为伊还未亲临甲遐尔远。恐怕100年后来写字法，但是讲无，落一道写嘛，迄叫做历史，迄无重要，不重要。但迄等100年后写出来。但你即摆哪累积啊？你即摆累积的就是文化记的、一体记的，遐会变做未来历史参考的一部分。过去咱完全无这个机会，今仔日咱行到遮才有这个机会，咱阁毋好保守，保等啊当时。有问题我来举手啦，互相开讲者。请问你拄仔讲去读博物馆哦，是讲你几岁？我姓安。安是嘞？是讲学校有即个博物馆即个系是无？无。研究所。啥物系拢会使入去读。伊即摆较简单，即摆你写计划，甲去面试啊，50张。老师就讲，这个袂歹，这个有潜力。
我有报到有钱，伊无50几个去读啊，哦，其实啊，就有补习班，所以你会使一路读到尾，当然赚这个俗，讲实在，你若要去外口读博物馆，开数500万，然后我走袂去，伊这足冷门的嘛。但对英国、对德国、法国、美国，这拢是我真重要的项目，因为博物馆就是说嘛。啊，这内底有足侪各种专业，因你要收画纸，啊要收迄个古典的茶，要收图，迄个另外一个赞助啦。你收藏，迄拢偏向艺术去啊，啊甲历史。所以传统的博物馆拢你讲迄个，拢是迄个艺术史的背景去读的啦。啊，但是即摆时代无共啊，即摆足多元的。我即摆讲的这今仔讲的主题，其实是足当代的。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 recent past。我们现在正在了解的是新近的过去，或最近的过去。所以呢，我在讲到中文的话，你会用，唔知要讲啥。其实就是讲100年来，无有电论咯，可能有新的资料袂出来哦。也是讲各种原因，这个路毋是一开始就咧探讨纳粹啊，一直到1968年，迄个是一个关键点啊。进前足侪公务人员拢继续用啊。大家使用点点，还有啥？所谓的学龄时代，专究性的，包括日本的迄个东亚大学啊。爸，你以前做兵的时，你创啥？做个歹代志。我做这歹代志。阿公阿嬷拢诚侪问啊。咱会安尼哦？咱你们讲不到嘛？你啥物歹代志？你？一摆讲我清楚，你要讲一年后，我你讲。你唔讲我清楚，全年经就袂煞。什么反倒转来讲你是党长，我你讲，这种全世界记录，咱也变成反倒，这都成为国民党劣迹的一部分。要看我们怎么对付啊！你要举手了，来讲，你几岁？我说你，你几？我就听你讲你去个四国了。是。对，伊今年敢若是3年一届，算讲做迄个活动。对。本来话要去无成啊。哎呀。伊今仔日主题是算讲像甲博物馆甲即个即个部分。因为今仔讲了回旋岛嘛。所以讲因为他们讲。台语啥物拢会使讲，啥物拢会使讨论。既然今仔讲到遮来讲，伊少年仔可能无过去的历史也无知。你讲一较直直就对啦。所以讲，即马时代咧进一方面，你爱先顾巴肚嘛。毋过伊遐顾巴肚拢要去发展迄个行业甲产业，是可能对地方较无遐尼好，甚至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卖一项你就减一项去啊。要毋过较属讲遮个部分，遮个故事，逐个少年仔去行过去看，然后讲出来故事，拢会使，毋是一模一样的。就敢对啊你讲的，经理迄逐个开头去拢共款的，因为无人，伊无迄个亲身的经验嘛。你也讲即个部分，就讲咱未来应该是会使去发展讲即个部分，根据旅游，根据啥你拄讲的，去遐畅水的，去遐耍水的，无讲遮尔多的，风景遮尔水的，伊敢无故事？假使讲真正无故事，咱来创造，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即个物件，这我有做，我来讲你听。会使一个行业来讲，因为有人要做无？所以就是爱有人去做。这边本的啊，靠一个嘴啊。对啊，所以讲即个物件，伊台湾嘛是等来发展旅游即个部分。只是讲他们讲，有等下政府就是无遐尼深，也是无遐尼怎讲，想到遐你知？伊目前的社会也是讲环境的变成讲政府变成，啥物较大声，伊就做迄条代志；啥物较侪钱，就去挑。所以，这是讲当然咱透过像安尼的场所来听先进的讲法，然后阮遮个少年才知影了后，会使看出去。甚至讲有一寡，要安讲无共角度的看法了后，然后就谈完款。咱毋是讲要较彻底。较得 OK。较彻底是安尼也是指这哦。是。我拄有讲啊，就是讲，因为足侪少年嘛毋知嘛，其实我写者嘛袂负气啊。
是感觉阮在要去写，嘛在读者，你毋知写。我意思讲，咱已经行这个时代，我来尽量讲，就讲顶礼拜，搁顶礼拜，一个前地委谢新迪要回应一下，伊想要去做晚校之后的列车。我来去斗相共啊，伊就透过人出来，我食，我毋捌去啊。讲一届，尾后讲两届，我就讲，明社你莫爱来啊，谢新迪你熟悉较有准备。有啦，今仔拜三嘛了，明仔载要去采仙啦，有紧无？民间爱做，民间爱互相支援。若你若想要趁钱的，歹势，你爱另外想办法，因为这赚袂到钱。我袂信你。你这一抓2天1夜3天2夜，4000、5000就要干到了。杨赵老师，歹势啦，我拢过落外销趁内销，意思讲用做欧镑趁英镑啦，无怪啦，英镑爱补贴嘛，然后欧镑做伊的钱啊，所以有通做。所以即嘛是晚校因地后为迄个连锁效应，但是第一次碰到旅行社主动说要做。伊早远讲话捌招旅行社，讲无你来分享，拢招旅行社业的哦。因讲伊要开店有这我嘛想得到，你嘛想得到，但是你无持续嘛。你找旅行社来，我甲你讲的爽，记录上有，然后呢没有了，拢是安尼嘛。所以就这看到咱足大一个大问题咯。要慢慢下来啦，咱真正爱无形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啥？咱对啥叫做现代性？咱或者来讲话，要重新检讨。有一项，嘛是民众留意啊，迄个查某咧报道。伊讲迄个吴思瑶。吴思瑶啊，伊迄个检讨迄个采购法，我有查到我突然认为采购法是国民党的陷阱。因为迄个法一切拢合法，一切拢正当。一切拢有头前后壁，但是规个过程别甲你走投无路，毋是讲明名呢，拢是人的问题嘛。你用这种公部门的体系，用这种法案中戏嘛，是台湾人太老，高碳钱互政府开，佮高碳钱家己想办法。但是他们现在继续，我认为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了有人要去研究要安怎突破所谓的文创。这是我才顾爱着啦，这个是文创的所在啊。你一年开一个店，你5000万落外落，我来经营。无我民间做团队来经营，我来去台东就是我袂晓讲啊，但是哪去的哪袂靠我相信时间一定会到。所以意思就是讲，甲你文章这上面毋是讲在讲过去的记忆啦，其实是要来去甲未来做好。我真正看到讲，这是种少年的机会，因为当年那个少年的机会，足感动的。2年你没有走到下一步啊！我真早就讲，你要落实这里的管理计划，你就是伫人混店嘛。你摆热天叫我去一届，当天叫我去一摆，热天用一个，即摆我你去卡，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争了，我袂甲你鼓出，但是我看你安怎做，我嘛爱观察啦。你个想法一部分互伊坚定。另外一个问题较彻底了，就是说，人讲为了遗址跟社区是一体的，你做哪有办法这当做一体？我看这个观察无，伊毋知这是本，应该爱钱。乡长选举了，一票2、3千，代表选举可能1、2千，上2拢拿掉。为什么会想做看这个意思，甲看迄个地方生态，你就知影问题啊！你变袂过，我无相信。但你爱做这些工作，你一声话你变过，我变过不是讲政权乱的，而是你要让年轻人想做事的，没有历史包袱，愿意进入历史。你有没有一套方法？我觉得这个是要透过游说跟立法委员讲嘛。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两个所在拢放好民间去做。我讲嘛，对工业主义绝对很大。
我无你做，我就无头路，对无？哪有可能？但是我讲认真，因咧自由的薪水哦，咱7000万就解决了。哇，大家我感觉薪水足好，因为薪水拢偏高啊。啊，无咱爸爸下班啊，啊，若加班那是算咧自死吧。啊，不，加班都是上面要求的，不会自动加班啊。自动加班的那个只有民间的，这样讲应该很白了吧？没有针对两个政党，但是台湾走入这个境地，从以此看到这样的现象怎么办？还是要破解之道吧？有没有下一位开始讲华语啊？时间差不多，因为今年嘛，差不多要收啊。好险够能啊！再说来哦。啊，我若老厝边我的 LB 是公开啦 ，C ABC 的 C 点 J 点 TSL C 点 J 就好，然后欢迎大家参加。但是我若无甲你参加哦，你甲我讲你参加这个，我就来参加。我嘛我尽量熟悉啦，无安尼哦。即你要讲一遍了。我再写好你。就是那后面再 C 点 J 点，好不？啊，后面继续加赖没关系。感谢我们。多谢早晨吼啊，其实还有一个讲一个吧。啊，后面你再来嘛。明年哦，我明年时间来。好，但是歹势啦，因为时间限制，因为顶面嘛吼，要煞要爱下班嘿。啊，迄个12月初4吼，咱后一场即个台语沙龙讲座吼，是邀请今年有入围迄个金钟奖吼迄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吼，教育广播电台青龙启智 on air 吼迄个 BB 之音迄个主持人。要来讲即款农村广播，你敢有听过吼？伊的主题大概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伊要分享谁怎会伫农村做广播节目吼，啊对网络农村广播节目做教育电台吼，教育广播电台教育部的嘛吼，教育广播电台的迄个广播节目吼，啊请即位林正美小姐要来甲咱分享安尼吼，啊则请大家12月份会当小姐带过来听。啊，希望明年还佫有机会吼，看早些时间吼，啊看是袂来分享，感谢吼，好，感谢大家，咱个伫下面面做这 PPT 哦，很控制啦，关键就是自用啦。伊这80页的PowerPoint吼，讲迄个关于分享吼，感谢早些，好，感谢大家，努力。